我是小邓老师，我是小琴。小邓老师，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，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很难得，在我们台南地区能近距离的认识、学习到好多客家相关文化，感到非常兴奋呢。那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什么客家相关文化呢？係啊，真件非常感謝你觀眾朋友嘅支持哦，有大家嘅鼓勵同支持，就係我哋認真做節目嘅動力咯。我想你今本日播出嘅日期啊，合華麗嘅過年，無按照來講年相關嘅用語老年語好冇？好啊好哦，觀眾朋友可以應景的學一下。哈哈，年年多多學起來唔會吃虧啦。沒有當到做阿公阿婆薩，為到愛鼓勵自家嘅子女，也係順利也到愛會講客家話，就會規定4年嘅過年領紅包嘅時節，愛會講客家話。好，那我們就先來講恭喜發財，客家話怎麼說呢？恭喜發財啊，客家話就講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。那紅包拿來怎麼說呢？哈哈，紅包拿來，紅包拿來。錯，恭喜發財就是恭喜發財，加一句紅包拿來就是紅包拿來。客家人在過30安補食過團圓飯，落下4太年就會本漲年錢。30安補是除夕夜嗎？還有我聽到有一個錢字，是壓歲錢的意思嗎？哈哈，我就講咪，小琴的反應啊，實在當好哦，很強哦。30安補就是除夕夜，漲年錢就會壓歲錢。小鄧老師，那除了這些應景實用客家話，還有其他的用語嗎？有哦，客家有公年相關嘅諺語啊。小鄧老師，那趕快告訴我們吧。客家有一句諺語咁樣講：30安補在通，通到叫；6月天公腳通，通到燒。好，我慢慢來講哦。好，來30安補在通，通到叫；6月天公腳通，通到燒。哎呦，把我難倒了，舌頭都打結了。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啊？30安補在通，通到叫，意思就會講，在除夕夜啊，每個人都高興的迎新年，而且家裡一定都會準備大魚大肉，非常非常的豐沛。可是偏偏在這個時候啊，嘴巴痛，不能夠大快朵頤一番，自然心裡不好受啊。當然是30安補在通，通到叫。那另外一句呢？6月天公腳通，通到燒。意思就會講，在6月農忙的時候，天氣非常的酷熱，熱到讓人受不了啊，卻還是得下田工作。這個時候偏巧不巧，腳受傷了，不能夠下田工作，免得感染細菌就不得了咯。腳雖然痛，卻可以不用跟着下田工作，當然是通都燒咯。客家諺語真的很有意思哎。客家還有死夫話哦。什麼是死夫話嘞？死夫話啊，就是我們所謂的歇後語。比如講30安補給紅包，30安補給紅包，什麼意思啊？30安補給紅包就係4年的歡喜大年少，小孩子高興，大人憂愁啊。30安補給紅包，4年的歡喜大年少。還有30安補尿桶啊，什麼意思呢？30安補尿桶清病，意思就會講，在早期的農業社會，家裡還沒有馬桶的設備，要小便都得用木桶來裝，所以在年30晚上睡覺前要徹底的清洗乾淨，
引申为尽最后努力、全力打拼的意思。讲等，就好好自家天师学院今本日就讲到这里咯。你好，你观众朋友讲，张来了哦，张来了。